苗栗最南这个道道地地的客家庄，几次擦身而过，这一回终于循着果香味造访有水果王国之称的卓兰，抱着满心期待，带着有点贪吃的心情，一步步探索。这儿的水果会不会像是神话故事里神仙才吃得到的那般丰润饱满呢？你好，你总台厉害嘛？啊，嘿呀，来讲一声。哦，已经有烧好了，太棒了，台历耶！啊，这个比较大。这里要卡跳。现在的水果冻起耶。啊，嘿呀。好来尝尝，怎么开始？谢谢。好好吃哦，而且好大这个台历。啊，你要选品种诶，刘先生哈，今年发出来的。哦，好不简单哦。好好吃哎。对，俺俩台历吼，真甜，啊个皮薄心个细，嘿，你看，敢那个打篮球呢了。热烈的客家人情，烧上一口沁凉的盛夏甜梨，这滋味还真的有几分仙气。要说到水梨的块头，更让人觉得神奇了，因为这一个一个的梨子比我的脸还大。走进包装厂，机器帮忙挑选水果的大小和甜度，人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因为梨子早就被预定一空。我看这台历俺太亮了，那这个要怎么样去选呢？啊，应该看哈，我俩较光山、较光板的，那是一天好色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人家说啊，现在给水果懂起，真的要吃到好吃的水果，还得要会挑才行。嘿嘿嘿。那你可以带我去果园看看吗？啊，做的。好啊，刚好那上堂课。好啊。可以。这个季节的阳光炙热难挡，但是就是要这热力，为满园子的水果催出蜜糖一般的甜度。如今只要一抬头，满是丰收。我刚刚这样子看起来，这台历俺太亮嘞。啊嘿，那现在的水果我都吃。刚好我做那个下白色。好啊，谢谢。好。现在的水果懂齐，水果王国里更要吃出硕大饱满，一个个比脸大，也吃出沁甜胜暑。